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什么新闻重点。高雄1亿。新闻一开始来看，高雄做夜连续3天拢熄电咯，早上9点外，阁有将近5000户熄电，有民众是吊伫电梯内底，是连续熄电是互民众真怨叹。台电是表示讲，其中的2解是因为地下缆线上过久后期，会赶紧来换掉。台电是强调讲，一直拢有检查，也毋过即解各种的地点，伫检查的时候并无问题，嘛会针对做夜地区会以专案来检查线路。还好没有自备露营灯。规个厝内暗扫扫，民众敢若会当家己点路营顶来照，因为外口嘛拢无点电火。21暗时9点外，高雄左营区又搁熄电，拢总有4938户受到影响，也有50岁女性受困伫咧电梯内底。好佳在消防队到场时阵，人已经互救出来。大概前几天就下午的时候就有停电过一次。台电解说，除了第2解停电是冰山变电所供电出问题以外，其他2解拢是地下电缆线故障。研判是这缆线已经用22冬上过久啊，才会造成大熄电。19日及21日晚间2次的停电事故，受影响户数均为4000多户，主因为地下电缆的绝缘劣化，而且故障点位置不同。地下电缆线会当透过仪器事先来检测。台电表示，伫咧2只各种的所在，因检修拢无发现到问题，所落来嘛针对各种的范围电缆线拢总甲换掉，排定专案来检测左营地区重要的线路。也毋过连续停电嘛，引起民众不满。这3天停了3次电呢，都是很糟糕。这是台电，你们其实这要经常就要保养好啊。你讲那个我们听不懂啊。台电非常的不应该那应该也要做系统性的这个检查。熄电的代志嘛，互高雄市长陈其迈批评台电应该爱做系统性的检查，嘛要求台电的高层去到市府说明，由消保官来协助民众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111年度消防特考班哦，目前是伫南投的第3消防训练中心在进行结婚的测验。也毋过传出讲有12个校员伫咧进行3000公尺招标的时间涉嫌造假，其中有11个人互记过处分，另外1个人已经申请退训咯。消防训练中心是表示讲，因未来按算会利用电子的仪器来记录成绩。对绑起的厝壳内底救出个活命者，完成到官所指定的考试项目，消防训练爱严实，才会当完成救灾救护的挑战。不过，伫咧南投第3消防训练中心受训的111年度消防特考，却传出一体作弊的代志。有2班90个学员伫咧结训走3000米考试的时，照规定2班爱互相交换登记成绩，所有12个人涉嫌造假。消防署公布听解结果，其中有11个人记少过1支到2支，另外1个因为人生的规划是家己退训。对职官回溯这个录影的记录之后，发现他们给我们的成绩是跟录影的成绩是不一样的，所以才发现说，他是有这个记录不实的这个状况。小过1支是1.5啦，2支就是3分的。依照考试院公务人员保障甲培训委员会规定，消防特考走3000米，查甫的爱走14分半，查某的爱走16分半，以内才算及格。违规的11个人拢是查甫的，其中有4个无够标准，上班的是走15分26秒。另外，还有7个人是有无老实记录状况，去消防中心比对影片了发现。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炮火救人要有一定的体能，消防署该当检讨考试的防作弊措施，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消防员他主要从事的是救灾救护这种高风险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更严格的检视就是消防员的这个测试的部分，不应该有这种舞弊的事情发生。消防署表示，这11个人照规定订考了，拢达到标准，记少过1支会考1.5分。因为这体特考班明年1月结训，相关的调查结果会报给保训会，未来嘛会考虑引进电子机器来记录，避免人为的介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参选人今仔做伙去登记，党主席赖清德嘛去现场鼓励哦。赖清德是发出全雷打，希望8人拢选掉。今仔赖清德台北市竞选总主委陈时中伊嘛批评，若8阁还未选举哦，就会分大饼。内部的谈判是哩哩啦啦，这是要安怎甲国际谈判咧？
台北队八喜全上 ，Team Taipei Let's Home Run。话说台北舰队杯背色全条，民进党台北立委参选人联合登记，党主席赖清德也来到三江加油。这边民主大联盟也甲社民党嘅苗博雅合作，赖清德希望会当拍一个home run，目标是国会过半。伊表示真有信心，伊甲建了小美琴也完成登记。台湾在这个当下是经不起纷乱，更经不起试验，必须要有经验，而且充满历练的经验的这个候选人，才有办法成功的带领台湾继续稳健的前进。赖清德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陈时中也表示，赖相配是上好的组合，明年台湾人民就会选出自由民主，也是专制极权。伊也批评，若白高芝麻抑搁伫咧分利益，内部的谈判也瞧袂好势。以一个分赃的体系，未来怎么能够替台湾谋求一个好的未来？连一个里面内部的谈判讲袂定，免要代表台湾和世界来谈判。民进党这边台北市立委的挑战真大，台湾基进的吴欣岱已经登记参选港务区，高嘉瑜面临着泛绿分裂的局面。伊若对初选开始就抬甲正凶的何志伟甲王世坚，伫登记即天两个人握手和解。不过是毋是全力支持王世坚，何志伟是无讲，场面是无啥好看。记者综合报道。那白客到底敢有希望呢？目前是还无结果。下晡点半的时阵宣布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请副手赖培霞去中山会领表。咱来看上新的画面。谢谢大家，今天我就是来领表，然后把该做的程序就做好。谢谢大家的关心，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惠霞姐最后还是会跟郭董在同一张选票上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宣布要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副手赖培霞透过联署取得参选的资格。有风声讲郭台铭最近甲郭文哲见面几啊届咯，外界嘛真好奇讲两个人敢会合作。今仔下晡，郭台铭的副手赖培霞伫点半去中山会领表。媒体问讲，什么时阵会登记咧？赖培霞甲无聊并无回应。再来看，这礼拜五是总统大选登记的最后期限咯。那白客是甲无结果，侯友宜暂时建议讲双方搁再一届来协商，公开来检视9份的民调，甲过程直播。也毋过郭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是表示讲，同款的数字未讲有无同款的结果，嘛讲无必要直播。针对民众党拒绝重新来看民调，侯友宜方面伫下晡2点半嘛开记者会，针对民众党对民调的质疑，冇提出回应。总统登记参选结束的日期愈来愈晚，那白合到即马也未瞧好势。侯友宜伫咧2月提出建议双方重新登到协商岛，公开检视9份民调，全程直播，赢的人选正，输的人选负。也无郭文哲竞选总部的总干事黄珊珊拒绝提案。其实科学就是科学，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数据不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现在又要重新再做计算，等于重新来过。其实也是当天晚上5个半小时，那我们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黄珊珊强调，若是双方对民调的比较方式无共识，只是互支持者更加困扰。目前核心的目标是杀出上强的候选人，不是互相伫咧拍。也重申原本的9份民调排除3份是科学的原因，并不是个人介意讨厌。其实双方对于这两个就如何比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共识的。这个6份调查的比较，如果我们从差距来看，在不让分的情况下，其实都是柯文哲赢。针对南亚批评。以郭文哲竞选总部总干事黄珊珊为主的主战派，若是要毁约，就直接讲出来。黄珊珊也回击：我们大家不是在合作吗？我们不是最大的敌人是赖清德吗？我希望我们是要合作的。我没有说话，并不等于我认同。但是如果大家是要合作，你如果认为民众党的人这么坏，柯文哲这么没有诚信，你们为什么每天还要来找他合作呢？在野政客正受注意。伫这份郭文哲也直接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
引发瓜葛合并联想。地主黄珊珊表示，会团结一切会当团结的力量。柜内面依然是在野整合的重要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个月15日，伫台南的北门发生一件枪案哦，凶手伫现场开9枪，一个姓寇的枪手伫19日已经对菲律宾回国投案咯。另外一个姓吴的主嫌昨暗嘛出面投案，嘛已经互法院羁押。这案牵涉到当地公电利益，检警嘛继续在调查。伫警方的介护之下，姓吴的主嫌准备押送去台南地检署。15暗时发生伫北门的枪击案，经过专案小组的追查了后，已经找到迄案在场的25个人到案说明，姓寇的枪手伫19早起为菲律宾回台投案，21姓吴的主嫌也出面投案。检察官经过讯问了后，已经告法院下枪羁押。这起事件是由于光电的下游包商在施工进行中所引起的纠纷，进而引发的冲突。经检察官晚间讯问，认其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勾串灭证、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这件北门枪击案是发生在当地一间公庙边，警方接到线报了后，就开始调查。起因是当地人士介入供电小工程的利益所引发的，和去年的合格800枪案比起来，代志是较细条。不过警方强调一定会全力扫黑。这个我们在看是没有政治的或选举的考量的问题哈，这跟就是我们在北部常看到这些8大行业黑道介入这个势力的问题。有关这个黑道为了这个光电利益火拼的问题，我们觉得不容许这样的事件再发生。所以我们绝对会再发动一波的扫黑。投案的姓寇男性枪手，20台南地方法院已经裁定羁押，而且禁止接见通信。若姓吴的主嫌就要等22开庭裁定。记者台南报道。来看日本诈骗是真畅手，也毋过透过银行来阻止民众防骗，效果阁袂歹哦。金管会统计讲，今年的前3季都有超过8000件，嘛阻止将近55亿的钱汇出去予诈骗集团。另外，最近真实件的投资诈骗哦，伫10月底进前，嘛接到超过700件的检举，有96件嘛已经移送检调侦办咯。伫暗一波10个人伫提款机头前是霸占真长时间，而且行为鬼鬼祟祟。辨识系统提出异常交易效果了后，马上触发自动通报警察单位机制，警方去查，原来是诈骗的车手。这几年诈骗案件手法是五花十色，有不少人相信诈骗集团话术了后，就赶紧去银行汇款或者是转销。林桂关怀提问措施已经加做社会安全网真重要一部分。比如说，他会做一些投资、购物或者是交友等等，想要劝阻他，让他清醒，相对是困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协请我们辖区的警员一起前来协助了解状况，因为钱要汇出去嘛，所以总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其实也蛮好的，就是有另外一个第三方来提醒我们，是说我们的汇款是不是有问题。根据金管会统计，去年金融机构透过林桂关怀提问，总共阻止诈骗7979件。纳查金额有42.41亿，今年前3季已经纳查8170件，金额54.98亿。协助客户防止诈骗所产生的客诉，那在公平待客的评核时，将不列入客诉件数计算。另外，这几年假投顾真诈骗也真流行，加10月底接到非法投顾相关检举有703件，以上检调有96件。金管会建议提供合法金融业者查证管道，民众投资进前爱细致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3天前哦，台大医学院、台南病院，还有高雄市立医等病院，互查到讲未领去设备材料的信定公司有提供可比相，检方昨展开调查，信后信定的头家是15万交保，涉案的公务人员有人无报请回，有人10万块交保。台南病院嘛发声明表示讲，这个涉案的技术员伫2天前已经离职了。以15万交保，透早行出地检署，还阁不时回头看。伊是升等科技圣诞的负责人，伊去包公立病院的标案，即马标出采购的弊端。检方日伊发动搜查，为基站到主管，甲几个人带转去约谈。一
这个穿外套的查甫人做伊伫行，伊是升等科技姓杨的财务长，身后以15万交保。约谈的名单还佫包括姓柯的前员工、姓肖的协理等等4个人，以4万至12万交保。点入去升等的官方网站，因专门做空调过滤网的研发。即届涉及8案，检方调查，从2010年开始，业者伫5年之间，摕到公部门几啊件空调过滤网的标案，涉嫌甲标案的承办人乌洗，刷加保出货数量，通过点收，嘛要通机工等人。后尾的验收嘛未必空，涉案的公家机关包括台大医学院、台南病院、高雄市联合病院、甲国美馆。涉案的公务人员2个人无报请回，1个人10万交保。根据医院回报，这位好像110年就离职了啦。好，那这个当初就是说他的这个侵犯的案子是之前他离职之前的案子，那我想我们就配合检调的调查嘛。有人讲台南病院有内鬼收空想，院方表示3年前发现问题，有主动请检联协助。这个总部设圣诞的技术员，伫去年11月份离职。不过涉案的2间病院拢是伫卫福部下底的。面对采购表示备案，医福会表示会加强监视甲注意。因为这个是小额采购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小额采购，现在就是说，每一件的小额采购，我们要请院方这边都要来做一个做比对哈，那就是会定期抽样。医福会建议成立杂协小组，每一年去病院清查细条的采购。预防这类涉及备案的事件一直发生，让有心人利用标案赚黑心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内职业篮球拔胶案继续在探烧，昨暗中华篮球协会针对 SBL 签赌佮拍假球的10个球员注销因球员的资格，未来永远未个聘用。台湾的篮球界最近伫咧闹签缴的案件，涉案的球员手机内面甚至有装半缴的 App， 互球迷正震惊。中华篮协伫咧2案开纪律委员会，对进前就已经确定涉案的球员做出处罚，包括陆良的关炳和、柯中普、陈品全、黄宏敏、吴秀林、周伟成、颜文祖、李奇温、班霸，全队9个人，也佫承认投资 SBL 赛事的 T1 大批英雄混败球员罗振峰，拢注销球员注册，未来各队拢袂当落行。除了不准进入馆场，也会建议禁止因做教练、裁判加球员经纪人，10几位球员等于是被赶出篮球界。因那大江篮协队的球员陈正权甲因评为不同对话，球团是要求暂时离队，篮协也提出停权的处分，但检调侦办的结果出来才开会处理。球星拍假球，甚至一队有一半球员涉案，互球迷正伤心。篮协、T1 联盟也个新北中信特工，昨拜会新北地检署，表示最近合作打击不法的决心。也过有周刊讲，假球案件可能涉及另外3支球队，伫咧结果出来进前，一直拢是敢若微博单共款。篮协是回应讲，伫咧无证据加球团检调的讲法，暂时无法度回应。因若是毋是影响新球季的赛程，这么讲也阁伤早。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大人囡仔拢规工咧看手机啊，桃园有议员就建议市政府参考欧美国家来定住地条例，限制7岁以下囡仔袂当使用手机，唔免定罚则。教育局是表示讲，因会先选几间国中、国校啊来试办看卖的。现代人真无闲，幼囡仔的时阵用手机互看，真做普遍的现象。有的囡仔看手机会看较条咧，安尼可能会造成精神疾病、视网膜剥离、暴力倾向等等的问题。桃园市议员苏翠玲伫议会质询的时阵，建议市府参考欧美国家的管控政策，大兴全国定出住地条例，限制7岁以下囡仔使用手机啊，不过袂定罚则，提醒家长爱要意。我们中学生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呢，根据最新今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啊，每周高达32.2小时，比3年前足多出了5个小时。主要都是家长把手机给小朋友，让他们不要吵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规范是一件事，但是能不能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在学习上面，有些人还是会用3C 来做学习。对，所以说如果去限制的太严格的话，有些家长我觉得应该会反弹。议员表示，台湾虽然伫咧儿童甲少年福利甲宽容保障法第43条第1项第5款的规定，儿童甲少年持续使用电子类的产品，袂当超过合理的时间。不过，并无针对合理的时间做规范，希望市府定出应用的对策。
会择几间国小、国中、高中各几校作为示范的学校，来进行网络安全的教导，以及教导学生如何正确的使用手机。市长张善政讲，应该爱参考芬兰，从6岁就开始教因正确使用手机啊。嘛，只是教育局、甲卫生局等等的单位，针对学生的行为做调查，伫每年收集完整的资讯，再个根据自治条例搭配，一步一步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培养自动驾驶电动车的人才，好为科技大学甲产业界合作，伫学校设无人驾驶的电动巴士哦。未来若是技术稳定，嘛望讲会当来申请对云林高铁站到后尾校区的路权进一步来试验。学生设定山丘车的参数路径，就会当互山丘车自动驾驶。若伫咧半路撞到障碍物或者是过路人，也会当随来打动。好配科技大学最近引进一台爱开700万的电动巴士，希望透过产学研的合作模式，把自动驾驶的系统用伫咧电动巴士。追点程式会去以现在的点跟下一个点去做比对，然后会去控制你的方向盘跟那个油门去做那个控制。对，那这时候电巴进来，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技术跟车中心去做合作，然后把技术移植到电巴上。那因为车中心有很大的经验，那我们也是希望借取这样的经验来训练学生、培训学生。学校表示，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人才是真欠缺，国内也有学校是建设伫咧研发自动驾驶技术。那准会当透过高铁校区试验环境甲平台，将电动巴士结合着自动驾驶技术了后，那准稳定就会当推广应用。在我们这场域先这个进行试验成功那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会申请这个路权，然后从高铁站到这个校区来让这个来宾也能够体验一下自驾车的一个应用。学校表示，电动巴士的自动驾驶目前拢是伫咧高铁校区内面试验。那准技术稳定了后，上紧明年就会向云林县政府申请路权，甲单一环境汽车的情形改变慢慢推广，希望未来会当向园区市区无人驾驶的接送电动巴士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开公听会，邀请医疗跟法律的专家，将对数位医疗发展条例草案提出建议。有基层的意思是认为讲，稳固医疗的对象该进一步来讨论。另外，针对病人的健康资料、资讯的安全敢有够咧，这拢爱斟酌。新冠疫情了后，加速通讯医疗的发展，医疗界对修正通讯检查治疗办法乐观其成。不过，基层诊所也是烦恼讲，医疗分级会乱去。因为下用的对象应该爱限定偏远地区的病人，或者是居家医疗整合示范的病人。同时，医疗机构嘛应该限制是诊所或者是地区的病院。所以我们就应该限制在诊所或地区医院来实施，因为分级医疗的精神，它稳定的慢性病本来就是应该在诊所或是地区医院就诊嘛。医学中心它的任务就是急重难寒，在现行的居家医疗或现行的医疗环境之下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再考虑到这个通讯医疗。基层医师指出，通讯医疗无听诊器甲现场的观察，关键的症状可能会闹高去，袂当常态来使用。另外，在个人健康隐私的保护甲整合利用的方面，治安敢有周知，嘛正做讨论的焦点。18条里面，我们有列出很多的目的外的一个整合适用。如果这里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义的话，那无谓说对于这个各自的目的外使用开一个大后门。健康资料、敏感资料，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那资料滥用其实比资料外泄更可怕。通讯检查治疗办法卡关要1年，高达也无完成公告。有学者认为讲，数位医疗以人为本，面对面的温暖医疗也是有不可取代性。所以未来实施了后，建议先为地方小范围来试办，而且做好第三方的监督，随时调整甲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极端气候是愈来愈严重，会对弱势民众影响是上大哦。资料嘛显示讲，极端气候未来逐冬可能会造成25万人死亡，毛2000万人哦，就爱搬厝，恐惊嘛会有路无厝。国家人权委员会举行国际研讨会，来讨论这个未来正重要的议题。
气候变迁唔但是减碳的环境问题，极端气候直接冲击全球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居住权，连免怎得到清气的水源，佮食物拢非常困难，引发人权危机。国家人权委员会22号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的专家来讨论，要安怎伫气候变迁的挑战之下确保人权。国家负有责任跟义务，要减少环境的不正义。要履行国家对环境和人权的义务和承诺，特别要保障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法国专家引用统计显示，极端气候当年可能造成25万人的死亡。上个受到冲击的通常是社经弱势族群，包括身心障碍者、原住民、女性和老大人。性别平权更加因为气候变迁来恶化。极端气候埋互大的环境变歹，有2000万人可能必须要搬离家园。80% of these people are women. This displacement leads to an attack of the rights of the climate migrants, in addition to the loss of their property, their housing. 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指出，去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享有清气、健康、佮饮食的环境是一项基本人权。面对气候变迁的威胁，大家人拢有权利得到平等的保护。记者林正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目前是一边谈判，佮一边的小战。有风声讲停战的协议应该得要有共识咯。以色列军方是讲已经包围加沙上大的难民营。巴勒斯坦嘛指控讲以色列空袭又佮造成43个人死亡。哈马斯领袖哈尼亚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协议就即要达成，这是到目前会当有建立加沙暂时停火，并且释放连接协议上乐观的情形。不过战斗是还未停落，以色列军队讲已经包围北部人口正多哈马斯的主要据点加巴利亚难民营。巴勒斯坦的媒体报道，以色列对北部甲南部的空袭，总共造成10几人死亡。哈马斯的影片显示，因正对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击。哈马斯即马手内有200多位连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日要求以色列军队支持协议，也感谢美国总统拜登的协助。אני לא חושב שכדאי להכביר מילים אפילו לא ברגע הזה, אבל אני מקווה שיהיו בשורות טובות בקרוב.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讲，甲以色列就即要达成停火协议，也通知做中人的卡达。ولكن أنا بعتقد أننا في لحظات حاسمة. احنا هذه الهدنه المؤقته التي بموجبها هو 这项协议包括4天到5天的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讲，协议就即要达成，不过也未到最后一步。美国总统拜登甲记者讲，正紧就让互部分连接转去。若是双方就连接的问题达成协议，将会是这场战争第一遍暂时停火，也是已经打了6礼拜的战争，双方第一遍大规模释放连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北韩今仔宣布讲成功发射侦察卫星，嘛强调讲会继续这项计划来增加对南韩的侦察能力。这嘛已经是北韩今年第3届发射侦察卫星咯。也毋过最近的时机是真敏感，因为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因为目前人是伫英国的访问咯。因今仔早起北韩发射飞机嘛飞过日本的天顶，这嘛引起美国跟日本的抗议。南韩嘛宣布讲要暂停部分的军事协议。2日暗时，日本针对沖縄岛发布全国瞬时警报系统，要求国民每日地下设避难。加讲2日，北韩宣布成功将一粒侦察卫星送去了轨道，迄时阵路线都是飞过日本国土的天顶。日本强调，这粒卫星火箭是用北韓的弹道飛彈技術發射。人工衛星と称したとしても、弾道ミサイル技術を使用した発射、これは明らかに関連する国連決議違反であります。北朝鮮に対しては、すでに厳重に抗議をし、最も強いこの口調で非難をいたしました。北韓官方媒體報道，衛星火箭發射時陣，領導人金正恩喺現場巡視，啲時間內一過發射更較濟。這是北韓今年第3擺發射衛星火箭，前兩擺失敗，這擺是唔是親像我香港嘅是成功嘅？日本表示一個分析，美國南韓嚴厲譴責，尤其是聯合國早就表態嚴禁北韓發射衛星，因為是用彈道飛彈技術做掩護。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the DPRK that its actions
actions will only intensify its isolation as it undermine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北韩这摆行动时机点正敏感，因为南韩总统尹锡悦伫英国访问。另外，北韩进前北向国际通知支持发射侦察卫星，暗过南韩军方发现伊提早行动，而且无事先告知。南韩已经宣布暂停2018年签署南北韩919军事协议部分内容来抗议。协议内容伫军事分界线设禁飞区。双方明伫陆海空等所有空间进行任何敌对的行动，各设顽强区域。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自家林编译。因为东北季风基隆的条件海湾保育区的海皮，这2天出现真侪大西洋的海参海旗。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是表示讲，这种海旗外表真水，也毋过有毒，所以看得好唔通掠。其实海蛞蝓它是跟海流有关系，尤其这种海蛞蝓它是随流而漂的。那其实每年就是季节变换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洋流进来。那这一阵子其实就会有很多深茂水母啊过来，海参、海蛞蝓它是以这些水母为食，所以它通常就会随着漂。海科馆表示讲，伫13天前这款大西洋海参海旗就捌出现伫遮的海皮，伫2天前又搁出现。这2天有记录到13只，其中有1只是头一届出现伫北部的品种。再来看宜兰县的资深华德福教育实验中学，是使用苏澳高中的高中部的教室也毋过因为空间无够，佫会漏水，学校要争取1亿2千万来起新的校舍，也毋过还未通过。县政府是表示讲会继续甲教育部来讨论，也毋过因为目前少子化问题是真严重，所以起新校舍的需要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外口落大雨，教室内底也咧滴水，还佫提水桶来巡。宜兰县立资深华德福教育实验中学伫苏澳高中的高中部校舍无够，也佫有漏水问题。学校争取1亿2千万要来起新校舍，可即马拢无结果。苏澳高中这个校舍这个建筑的时间较久啊，所以讲有哪会漏水也好啦，嘛惊讲会危险。因为少子化，教育部已经无新起校舍补助区部，建议县府成编的一般性的补助款，协助解决校舍问题。不过，县府烦恼会排提其他教育预算，明年度无编列起校舍相关预算，予地方来批评。那未来我们再向教育部来积极的洽商，把相关的问题做一个讨论确认。地方经济县府爱伫明年对加减预算的时阵，赶紧编列华德福新校舍补助预算。县府表示，有关补助方式加经费额度，会向教育部来参详。不过少子化之下，公务员是不是应该补助学校起校舍，也引起讨论。当我们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关于教育资源整体的评估，还有一些要确保整个办学的这些宗旨的评估活动，要非常非常的确实啊。好，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面得到一些比较明显而且深刻的教训。宜兰县有华德福甲平甲金门国中小3间体制外实验教育学校，特殊的教育模式，学生人数一直增加。甲平国中小这几年佫争取国中部正班，宜兰县教师资格工会认为，华德福高中部正班2016年就通过，教室问题煞到即马无解决，未来其他学校可能面临同款的问题，政府爱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的倒溪山区，伫顶个月19有台湾乌熊掉伫公寮的通报，这只乌熊后来嘛不幸过往。检验是发现讲乌熊年纪是真大咯，也毋过伫过往进前已经真久拢无食物件，嘛发现讲这只乌熊其实是去食到流落来的农药中毒死亡的。外面内底走入去公寮，这只乌熊倒伫面床顶喘屁屁，规分数咧救紧，救援人员甲伊带离开，随做急救。不过伫送去动物病院路里，也是不幸死亡。它的皮下脂肪跟肌肉量极少，体重只有60公斤。那经过检查，那个肠道的部分呢，它的后肠道是没有食物的，那又加上吃了农药这就是聚乙醛，它是一个除瓜牛的农药，所以导致死亡。这个救乌熊的事件发生伫顶个月19，花莲倒溪乡中央林道4.5公里的一个公寮，有人通报讲有一只乌熊走入去，即马检测乌熊无细致食着农药啊，还佫长期食袂饱，引起外界关注山区的食食敢是有够，还佫有农药的使用，敢是会威胁到动物。体型偏弱、偏小或者是生病的黑熊，在野外比较无法
自行觅食野外的食物，所以它比较容易被人为的食物吸引而入侵。呼吁大家要妥适的把食物、饲料还有厨余收拾好。林业署强调讲，在工寮的现场，并无看到透露的药仔，附近山区的土地园是采有机耕作，嘛袂用农药仔。所以研判这只乌熊走入去的这个工寮，并不是第一现场。因为伊是伫倒位食到农药仔，嘛真好推断。记者综合报道。一档又要结束咯。今年台北市、有高雄市同款拢有大型的跨年的活动，各县市为着要拼观光无相关的活动，咱做伙来了解。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参上站为观光上站巴士路车到台北跨年活动起过记者会现场，一路车就推广台北市为圣诞节到跨年拢有相关的活动，而且今年的表演舞台也有做改变。过去是一个主舞台的方式，那今年我们是用一个1+4的方式，除了主舞台之外，我们有4个主题舞台，来让不同年龄层、不同喜好的朋友们可以来选择。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有12区，大家也可以来在吃饭时间可以上我们餐车双层巴士，那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体验。伫同一天，高雄市也发布新闻稿，宣布今年高雄跨年活动也要参圣诞活动结合举办，而且也手大声公布今年要以全长240秒的跨年宴会来迎接2024年。回顾顶摆高雄跨年晚会，市长陈其迈参市民迎接新年的影片。今年高雄市府讲，今年的圣诞跨年活动要结合在地各观光夜市相关举办，推广在地观光。各县市拢咧拼跨年商机，台北市府也讲，今年餐饭店业者合作，国内外民众拢通透过伫台北订房过暝，就有机会伫跨年活动到摇滚区看表演。记者龚长水综合报道。来看第43届53年奖的文学奖是颁予作家罗湘吟，伊用小说来写台湾的历史，上只描写解严前后的台湾哦。伊小说内底的人物大部分拢是一般的小人物。罗湘吟是讲哦，文学是望讲读者会当透过阅读来理解无同款的人。台湾文学作家罗湘吟1969年伫台南出世，大学1年就以第一篇小说《我》摕到联合文学巡回文艺影秀奖。后来因为重心历史对经济系毕业了后转向历史研究，伊是小说家，嘛是历史学者，用一本的作品描写台湾史的脚迹。这爱有历史的底子和出调的文学技巧才总会到，嘛，互伊得到第43届53年奖文学奖小说位的肯定。文学啊，其实是一条很长的河流，然后其实也跟一场马拉松一样，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的挫折。能够得到奖项的肯定啊，它就会让我觉得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有被接受到的。罗湘吟以小说《暮色种子》和《气候等等描写809年代解严前后的台湾，以小说《白色画像》写日本时代以来的100年时空。伊用平静的文字去看过历史的纷纷扰扰，呈现活过这个大时代的人安怎面对生活。罗湘吟常常不是去关注历史上的加害者和受难者，是去书写一般人的角色。这是台湾文学当中真罕见的题材。伊讲理解无共立场的人，就是伊写作的核心。文学的核心啊，那不仅是去理解跟你立场、想法相近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跟你不同的人。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更细节的讨论。连贯白色画像内底，真接用台语去呈现符合时代的角色对话。罗湘吟讲，伊对家己的台语无信心，要找适合参考的文本，阁找无啥有。伊认为家己有责任爱把这个欠缺补起来。在每个语言系统里面，他做的都是后面我们看能不能让他那个语言可以更美丽。文学的文本的话，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欠缺，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如果自己不开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台湾的历史和作文有复杂的面貌和多样性。罗湘吟关注历史的边缘角色，其实嘛，有活大时代背后的日常。伊嘛毋望透过理解来代替冤家，互社会无共立场之间会当开始对话。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历史文物空气台湾舞蹈，记录300年前台湾西部的风景，甲民众的生活哦。台湾博物馆伫今年嘛以这8图做出全台语的3D 动画《北台纪游》，望讲用正活泼的方式，互大家来认捌台湾的历史。今朝看空气台湾舞蹈的研究人员，向落入岛内的世界到300年前的台湾。空气台湾舞蹈记录台湾西部自北到南的地形加生活景观。自2020年开始，国立台湾博物馆以3D 动画小解这8图。今年，佫找台湾歌戏演员陈雅兰、演员曾凯芬，都喺叶天伦全台语配音，推出第2出动画《北台纪游》。台湾北境内底有迄个家人的角色，吼，佫有迄阵传说中的台北大湖，希望将当时的迄个场面吼，甲恢复起来。感觉就是表现得很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所在啦，嘿嘿，对，嘿，较了解着。镜头啊，网络就通透过荧幕知影空气台湾舞蹈当中的详细内容。台博馆的这个装置运用科技协助民众了解台博馆的研究成果。台博馆表示，透过好理解的手法，让民众吸收知识，是这几年以来的重要工作。以前的博物馆是踮咧遮等民众来接近嘛吼，但是阮即摆博物馆的理念就是讲吼，阮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台博馆表示，伊也正咧收集馆内的文物，建立线顶的戏剧博物馆，推广予所谓时代的少年人。因发现透过这种手法推索文物，今年到达已经超过80万人来踅台博馆，创下历史新高，确实互民众较愿意来博物馆行踏。记者我们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彰化市有一间团成3代经营一家子的糕仔丁店，因全部拢是手工来制作哦。最近买做一粒3米悬的糕仔丁，咱做伙来看卖。这个3米悬、宽将近2米的糕仔丁，用要占满规个店门口。要顺手工做遮尔大的米仔丁，师傅当家兴工，敢若边顶做骨架，就做3届才成功。我会记起头的时阵啊，我就捌编好，起底起好。然后因为伊定度无够定，所以我搁拆开定做，吼。然后过来边甲中，吼发现伊中的中箍，吼无够用，嘛是规个拢拆开搁定做，应该有超3届。要做传统的底米仔丁，爱先破米仔，边顶平布，再搁接浆上色。一对3米悬的糕仔丁，当家兴甲爸爸当抽水，用大约7个月时间才完成。当家兴表示，20多年前转来接家业。当时底米仔丁的饲草并无好，但是这几冬大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有袂少订单。除了供庙用的丁，嘛有店家会用来做招牌，也互糕仔丁的用途愈来愈多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一冬哦，大约有1万个人会得到喙空癌。最近有一款工业研究院甲高雄荣总病院合作，用3D 列印的医材来补手术的空喙，对病人的面型中间有真好的效果。咱做伙来了解。用3D 列印的技术，竟然当帮助喙空癌的患者。公建议南部分院甲高雄荣总病院，伫2019年进行全国第1摆3D 列印人体临床试验，因会针对每一位患者喙空来做出属于患者喙空面部物，超过500摆合作实验。经过3年时间，到达已经有9位患者成功。你完全虚弱的话，你不跟他抗的话，你不去接受治疗，也不接受吃饭。什么都不吃的话，那一定的嘛，会倒下去嘛。我们这个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是根据每个病患的一个状况去做设计的，所以它符合病人术前的外观，所以病患在术后可以很快的一个恢复他正常的一个工作。喙空癌是台湾查甫人癌症死亡率排名第4，台湾每年大约有1万人得到喙空癌，超过60%患者需要中建手术。若是要补喙空内底肉，爱用到患者大腿肉甲骨头，不过手术了后会造成患者面部歪起，其实对伊不管是生理也是生活，拢有真大影响。那今天做完这个实验会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看看这样子的实验的结果，长期来讲对病人，还有实际上面过程当中，会不会在产品设计还有产品的制造上面会需要再做调整的？那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精进。这项用来补喙孔，伊在是使用钛合金，将伊放伫喙孔内底，帮助患者会当好好食物件，恢复明显。这是全国首例。未来工研院甲高雄营总会继续精进这项技术，来帮助更较侪喙孔癌的患者。记者钟丽辉、柯昭勇高雄报道。来看林试所甲艺术家做伙开发一款 App， 利用 AR 扩增实境的技术，用手机扫描，就当来了解实物详细资料。做伙来看卖。台湾的稀有植物只有在苗栗的海边丘陵才看得到。我们开 App 用翕相机对准6角形状仔的图样，就通看到无同实物。这是林试所和国内艺术家共同开发的 App 实物馆，就亲像 Pokemon 同款，运用 AR 技术，民众就会当透过手机和实物互动，看到详细的资料。6种植物都是我们的台湾濒临的方舟计划的原生树种，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家认清说这个是全民的活动，而不是只有植物专家的事情。林试所自2019年开始执行国家实物园防蛀计划，在做原生实物的收集和保存。4年来已经收集到617种有生存危机的实物。这届的 App 内底竞出6种原生实物，包括老罗、油杉等等，再加上一种全世界拢无的稀奇实物。林试所希望透过互动，让民众了解这些实物拄到什么款的生存危机。有一寡食物伊可能未来会当变做重要的药啊。那即个食物无伫的，有一寡药啊，有一寡芳可能拢无法度对做伙。啊，伊嘛会消失了后会愈大严重的问题发生。林试所表示，这4年来，咱的保证率已经对22%业关到62%。为了要加强推广食物保育的观念，自11月27至12月初1，民众若来到台北食物园体验食物馆这个 App， 都有机会甲林试所保育的食物早登记载。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